泰國啦有禽流感啊，香港會唔會有超級流感㗎？唔使驚，香港清潔衛生，你又生活飲食健康，仲可以打預防針添，咁使乜驚啊？怎麼可以預防流行性感冒？怎麼可以預防世紀流感？飲食健康，每天8杯水，疫苗仲要衛生緊要。怎麼可以預防流行性感冒？怎麼可以預防集體流感？你是否要打防感冒針？疫苗令大家康健了。你是否要打防感冒針？疫苗仲要衛生緊要。喺邊可以學習啊嘛？肥姐當中咧，仲有好多咧係貼近呢個社會脈搏嘅，咁所以今次咧大會咧增設咗一個咧就係社會脈搏兒歌大獎，請你揭曉啦，好嘛？好，社會脈搏兒歌大獎，眾志成城抗肺炎，作曲作詞主唱陳以誠。多謝晒肥姐，多謝晒 TVB， 係啊，好多謝各位小朋友中意呢首歌，我相信呢首歌你哋聽得多咧就會健康啲嘅。咁亦都好多謝各位父母同埋家長中意呢首歌，咁你哋教得啲小朋友更多嘅公德心。咁啊感謝神啦，俾我能夠可以做得出一首咁嘅歌，可以安慰到人，幫到人，大家一齊戰勝沙士。咁啊希望大家健康啲，多謝。多謝你，恭喜你！請你過去準備一下，好唔好啊？好啦，咁啊跟住落嚟啦，我哋咧陳以誠醫生啊幫我哋唱出咧就係眾志成城抗肺炎。慢慢發燒，朝朝乾咳，骨極痛，身心抖震，發冷發燒，昏昏迷迷，這疫情怎可估計？是否非典型肺炎？我怕易中招，驚發燒弱心跳，驚恐感染，身處噩夢，盼快夢醒，一起戰勝經世病情。飽經挫折，我要站起，感謝醫者父母心，未怕艱難，沒有這他。